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涵，欢迎再次收看《厨娘香歌颂》。很多这个我部落格的这个粉丝哦，都很希望呢，我们再度要请到范丽文范老师，因为我前几天呢在部落格 po 了范老师做的那个章鱼意大利面，哇，好多人留言了说，哇，原来煮意大利面可以这样一锅到底啊，大家都非常惊讶，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就把非常忙的这个范丽文范老师再度请到节目里面来，要跟全球的观众分享他非常拿手这种一锅到底的这个意大利面的煮法。全球观众大家好，我是维尼范丽文。对，老师的这个一锅到底真的是非常的夯哈。那我们今天呢，老师也要带两道这个很棒的这个一锅到底的这个意大利面。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老师都很简单，即使你真的做这个时候会发现真的很简单，真的是很简单。好，第一步骤放油，对，放油。那下我们的这个洋葱，洋葱重点就是稍微切碎一点。那台湾喜欢把洋葱切大块哈，那一般小孩子不是很喜欢吃，像我家的小朋友都会把它挑掉。对，哇，那我要很感谢我的女儿，她非常喜欢吃洋葱。一般小孩子应该不对，一般小孩子对。我是说他可能是外国人啊，他非常喜欢吃洋葱，什么东西都说，所以我们家买洋葱都是买一袋的，就放在地下室，随时都有洋葱。对，那其实洋葱啊，像一般你在意大利的餐馆吃意大利面，应该很少看到大块的洋葱。对，那要么就是蒜粒嘛，蒜末。对，意大利人其实吃非常多的洋葱、甜椒，还有这个蒜。但是他们的洋葱会让你看不到洋葱。没有错。对，而且很多时候洋葱他们会把它打成泥的。就在汤里面哈。对。好，那我们大概差不多等它香味出来，是它的辣味不见了，甜味出来，然后香气也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加上今天的这个蛤蜊哦。对，今天的蛤蜊哈。老师要带来今天的第一道呢是南瓜蛤蜊的意大利面。对，其实是我最爱的组合。因为一般我们外面吃的这个意大利面都是白酒蛤蜊意大利面嘛。对。然后我每次去这个餐厅点这个意大利面的时候，就想说。奇怪，怎么有南瓜培根意大利面，然后又有一个白酒蛤蜊，然后我就想到底要点哪一个呢？结果老师今天好棒哦，居然把我喜欢的南瓜跟蛤蜊呢做一个拼盘哦。那我们呢稍微就是让这个蛤蜊它稍微表面热，而不是说我一开始马上就盖锅哈，你稍微让蛤蜊的表面炒热了哈，然后我们再去做淋白酒跟盖锅的动作。也是有白酒啦哈，也是有白酒，因为通常一般海鲜的面都会用白酒来去它的腥味。海鲜就是说，以前我们在飞机上服务的时候呢，就是饭后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会供应客人啊这个白酒跟红酒啊，就是说会问客人你需要白酒还是红酒。很多刚开始搭飞机或者不熟悉这个西餐礼仪的一些朋友呢，他们可能就会在问说，我到底要点红酒还是白酒啊？那一般来讲，如果所谓的像，其实吃东西也没有所谓的标准嘛，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就红肉配红酒，海鲜类啊、鸡肉这种白肉的呢，我们就配白酒。这边跟观众朋友这个分享一下，在喝汤的时候，喝浓汤的时候，这个汤匙是要往外的。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中国人喝汤，我们都是华人喝汤，我们都是喜欢这样舀来自己，其实不是。是往外舀出去的。那我们还好，不用到它熟透，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再煮一次，还会再丢回来，所以我们只要蛤蜊的这个开了之后，我们就要把蛤蜊都捞出来。对，那因为我们今天是一锅到底，就是为了要省煮这个锅子，洗锅子，对，所以呢，其实就是可以夹起来，那夹到你等一下要用的那个盘子上面。对。这个比较精致的料理呢，我们会把蛤蜊捞起来，但是我相信很多这个观众朋友在外面吃到的这个意大利面呢，不见得蛤蜊会拿起来。对，可是因为我们今天是一锅到底，可能如果面都下去煮了，到最后蛤蜊都老掉了，对，就不太好吃了哈。老师，我来夹，好，那我们开始哈，那可能边夹的话呢，我们边夹，接下来就是下南瓜。老师，你会觉得我夹这个的速度很快？很快。是啊，以前小时候我们都在河里面捞这个，你动作不快的话，就被后面人捡走了。那稍微加一点点水哈，我们要去煮南瓜哈。那南瓜的话呢，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老师会建议用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先把南瓜呢蒸成泥，然后再丢到我们的这个锅子里面来。对，这样是。那如果呢更经典的做法，老师会把南瓜切丁了之后呢，对，加到这里面，让它洋葱啊，整个这个油啊，还有蛤蜊的这种甜汁的味道呢，吸到这个南瓜里面，再把它捣成泥。对，都可以，但是就是说看个人时间上面怎么安排。那我们也就是一锅到底，就是以最精简的方式。我们假设说自己家里也没有那种打泥的那种手撕搅拌机，那就是靠着锅铲或者是叉子，再把它压，把它压成泥这样子。就算呢没有很泥也没有关系，为什么？讲究口感。很多的料理甚至呢都不做成说糊状，对，因为希望呢有口感有层次哦。对，今天的感觉是那种南瓜整个浓稠的那种，很像南瓜汤的那种感觉。是，对。把它压完泥以后呢，然后再加2杯的热水，然后再让它继续熬。对，这个时候要加意大利面吗？不要。滚的时候丢意大利面。对，好，我们呢趁它在这个锅子里面的时候要盖上盖子哈。这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个血管面丢进来。然后有注意到老师在丢血管面的时候，也不是全部都一坨就在中间了，稍微分散一下。然后呢，想让它快一点，就一开始先稍微再盖过一下。是，对，这样会比较快。那最后的话，建议是后半段就不要再盖过了，让它去收汁这样。汁收的差不多，其实汁的多寡也是个人喜好啊。只是老师说，意大利人他们呢喜欢就是不要这样汤汤水水哦，不喜欢拖泥带水哦，跟他们的这个个性很像哦，很干脆啊。所以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煮的这个蛤蜊，其实还会附一点点的水。对。所以你千万不要呢太稀，因为太稀说真的摆盘也不好看。对。然后你稍微把它拌炒以后呢。如果说这个时候可以试味道，不够咸的话，就是再加一点盐巴。对，因为我们蛤蜊通常会有一些海水的这个味道哦，所以大家不要急于呢把盐巴呢加进去。对。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刚才在一开头的时候没有加盐巴，就是因为蛤蜊它本身有咸味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把鲜奶油淋上去。那也是一样，喜欢奶味重一点的人就多淋一点，然后甚至很多人对鲜奶油是很反感的话，老师可不可以加一点牛奶？好，可以，因为鲜奶油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对，所以它会让人家那个口感非常的滑嫩嘛。对，老师不一样。其实老师你知道啊，鲜奶油常常我每次买回来一罐都不可能用完嘛。你说我不可能每天吃意大利面啊，也不会每一个意大利面都加鲜奶油，那这个鲜奶油怎么办呢？那鲜奶油有一个方法哈，我意大利老师教我的哈，他就说你可以用冰块，冰块那个制冰盒，把它先冻起来一块一块。哦，对，然后再丢进去，就直接丢进去煮。哇，这个方法真好。那我们就是装盘哈。好啊。刚才还有一个重点要提醒大家哈，那个鲜奶油再下去煮的时候，你火不能过大，你过大的话就会油水分离了。再来一个画龙点睛，对，又是我们家的薄荷叶，又变成最佳的主角了哈。好，这次呢，老师呈现的非常简单，一锅到底的这个南瓜蛤蜊意大利面。蛤蜊南瓜酱斜煎管面的食材：斜煎管面160克，蛤蜊300克，白酒20cc， 南瓜60克，洋葱适量，盐巴适量，鲜奶油2汤匙，特级橄榄油适量。蛤蜊南瓜酱斜煎管面的做法：南瓜切小丁蒸熟备用，蛤蜊泡盐水吐沙后洗净备用。以橄榄油起油锅，将切碎的洋葱炒软，放入蛤蜊，将表面炒热，淋上白酒，盖上锅盖，大火焖煮至蛤蜊壳打开，再将蛤蜊捞起备用。加入熟南瓜丁及一些水，以小火焖煮约15分钟，直到南瓜熟软，再将南瓜压成泥状。直接加入2杯热水于锅中，煮滚后放入面条。水量需盖过面条高出1-2公分，以面条包装上指示的时间再多煮1到2分钟，煮至面条弹牙，汤汁收干时，蛤蜊再回锅拌炒，以适量盐巴调味，淋上鲜奶油，拌匀后即可熄火盛盘享用。